继续关心联合国专家警告讲，以色列伫加沙地区含地巴伦发动冲突，已经违反国际法。佮特别点名提供以色列武器的美国和德国，恐惊是一场战争的方向。这一天大拢正安静，就伫以色列星期摆轰炸了后，加沙走廊百姓伫一片如苍苍当中哀悼。以色列找在暗时空袭，摧毁平原北部已经有无数百姓庇护的所在，包含囡仔在内重大死伤。联合国专家11警告，以色列伫加沙加利巴嫩发动冲突，违反国际法，证据拢有，暗过提供武器的国家，恐惊就是帮助凶手。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supply 99% of the weapons exported to Israel. They could stop this conflict overnight if they stopped the weapons that kill the Palestinians. 加沙官员表示，以哈冲突超过13个月，有超过43000人死亡。都算在以色列甲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。国际眼光看到叙利亚阿塞德政权崩盘，以哈冲突到即马依然无解决方式。以色列军方表示，即摆轰炸目标是便衣附近一个哈马斯集团分子。加沙官员提供即摆所在的死伤数据无准确。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。